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len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個屯門嘅屋苑嚟嘅。咁呢個屋苑咧就喺正屯門站嘅上蓋。咁屯門站咧目前咧唯一嘅上蓋咧就叫龍門。咁今日帶大家睇嘅係一個4房嘅間隔單位。咁呢一隻間隔咧就非常之罕有放盤嘅，因為佢淨係得一座有。點解話佢罕有咧？咁首先佢個景觀啦，同埋佢個間隔啦，都係喺呢個屋苑入邊算得上係第一位嘅。咁我哋唔計嗰啲特色嘅單位啦，即係分層嚟講。咁依間屋咧，我身後咧就係位於呢個單位望出去嘅一個景觀。咁由於佢有40幾樓高啦，咁同埋方向向南嘅成個屯門公園都俾佢望到晒。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佢嗰個屋苑上邊好優質嘅一個盤嚟嘅。咁多數都係自己住，相對嚟講好少人買嚟，可能放租啊都好少嘅。買咗翻嚟住咗落去咧，你話要換樓嘅話咧，除非你係換出區啦，如果唔係咧喺本區嘅話咧，咁佢呢個單位相對嚟講算係一個天花板嘅單位嚟噶啦。咁好少人放啦，相信市面上亦都好少人咧拍呢啲單位嘅片段俾大家望。咁今日我有幸啦就收到呢一個盤啦，咁就第一時間帶大家去望下。事不宜遲，同你哋去睇下盤先。想去睇單位之前啦，落嚟同大家睇一睇個交通。龍門位於屯門港鐵站上蓋，由新鴻基同埋港鐵合作打造的高質素屋苑，主打鐵路上蓋交通優勢，面至輕鐵站，樓下就係交通總匯處，提供巴士、小巴來往市中心以及內地深圳灣口岸，交通極為方便。屋苑本身亦設有大型嘅商場 V-City 以及豐富嘅會所設施，提供1房至到4房以及特色單位，係屯門區內嘅指標屋苑。新鴻基品牌高層單位更加有開陽景，有啲可以睇到海景。單位提供多款戶型，適合不同嘅家庭需求。好啦，依家入到個單位入邊啦，一入門口咧就見到有少少走廊位啦。左手邊咧就係個廚房。廚房做咗一個 U 字形嘅櫥櫃，同埋廚房嘅窗望出去就望山嘅，咁都相當之開揚。明火煮食啦，洗衣機、焗爐同埋雪櫃，應有盡有。咁呢邊咧就係個工人姐姐房啦。咁工人套房入邊佢都擺咗一個洗衣機啦，同埋一啲雜物櫃，仲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。翻去睇個廳先。咁由於呢度層數都高啦，所以樓底亦都唔矮嘅。呢個露台望出去咧，就望到機場啦。下邊咧就係呢個屯門市政公園。咁呢個廳咧係有埋個對流窗嘅，成個龍門嘅4房。淨係得呢隻間隔係有對流窗嘅啫。洗手間亦都係有窗嘅，係當年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做咗假天花啦，同埋浴缸。呢間係細房。雖然話細房，但係都可以擺到雙人床。景觀咧就同個廳望出去一樣，相當之開揚。咁呢個景咧係龍門嘅最靚嘅景觀嚟㗎啦。呢度係第2睡房啦。呢度亦都係中間嘅一個細嘅睡房啦。每一隻窗都望出去好開揚。我哋睇埋個主人房先。
咁主人房啦，業主就做咗一個日常嘅衣櫃。主人房嘅洗手間咧，佢就分咗企缸同埋浴缸，係啦。呢邊就企缸啦，嗰邊就浴缸，亦都一樣係有窗嘅。呢啲都係當年新鴻基交樓嘅一個標準。咁呢邊做咗一個到頂嘅大衣櫃。咁呢邊呢個位呢，就可以擺到一個三邊落床嘅6尺乘6尺嘅床都夠。呢個窗呢，係一個弧形嘅窗嚟嘅，綠地玻璃窗。咁呢個窗呢，當年嚟講都算係好高質素嘅啦，同埋好高嘅要求，即係一塊弧形嘅玻璃可以做到，唔使拼接。咁呢個景就望出去係成間屋望出最靚嘅位置。成個方向呢，就係東南偏南向。好啦，今日嘅片段就睇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隨時聯絡我。Thank you，拜拜。